科，那以第大科当然以结婚到结婚，这个是第大科，这个第一条是结婚然后这个是第大科，那第大科呢主要是高温，这一种成分高料、大温、磷胶成分，这个是第大科。那第三大科就是气温，这个6.5多温，高料28温，碱性水温，这第三科，第三大科。那第四大科呢？那我们就是这个高低5温到正常50温到2温，这1温热4大科。那你那个化学方面，如果那个这种化不出来，科里面化学给含空，化不出去。那你这4大科分了以后，那是怎样？第一大科都到1到4千温，这空气里面，这空气这空气性，希望说给你尤其对你在这可能力量的些，你从这个我从你来情况，所以我是阳光兵保护中一直在强调，就是这个理念。所以呢，咱无就是无法规个地当中介绍，无法规第一当时，所以是这个十个该去哪家伙？你唔讲，然后因为你有感觉不得，有些个公司无成功经，伊拢去叫咱讲，如来是经理价、经理价、不公理价、不盈价，因为用这个因素一直在强调，用这个无这个先进因素一直强调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因为用生的之外，因为伊对性，伊对或者讲到这种重要，所有一切，无对一种，无对种，会当比您受其互相刺激，乃至于所处的有应该说的更较大。所以讲这个物件，因为不得。伊拢用着足大的数量来做教育比较，所以重点，如果哪个地方无相信，因为表现上来讲起来，因为表现上来讲起来，伊听就听不落去，所以呢，就无变歹听的意思，就是这个物件。伊来讲，因为你这个信啊无落，你是对我做，那当然因为信了后，第二个就是讲啦，还是讲这个改。改一直在改，所以改开着以前一种就开始改，输到完，那落下，这是数科落下，开始一直落来行落来，因为你若无了解，不对修行，对修行，不是认得，那对这个12年法，去提问，对了课题。这个就多元化，咱若是真正开始解出来，一直了解出来，因为咱无从产生了真这个真心，所以呢，因为解就是换一个你告诉换一个解决，叫做你了解，就是你去有悟入，因为这个悟入，你到第10分啦，你是当中，若无了解，不能懂的。互相信心的明白，那安尼你到第17分，你就无从行下去。现在有到了，伊有一个叫做破三关，有一个叫做破九关，有一个叫做破6关。伊然后讲，因为破三关内底当中，迄个参就是讲参悟，迄个参悟，因为众生也是之外，因为以这个5位这个特色，以5方的社会，但是因为迄个真正开悟，要了人生的见识成为这个烦恼真困难，所以一定要破。你若这个破，后边这个行人来讲，咱就一定来了解。咱我啥物重要？因为咱是一贯大道，你若不了解，咱一贯大道达到心法，哪甲你讲的？
你这个物件啊无了解，你行过来了，啊你行物件嘛对呢，是安怎讲？作者咧一般都先对三个生活，对一件物件无了解，但是讲懵做，啊懵做。作者里面这个在这个内底当中，拢带囡仔带去外头去，顺流动静这样讲出来，是安怎讲？因为伊这个贪污，伊这个界袂开，伊无了解真正的法嘛，所以咱过去，咱话讲过在讲出来，修道，啊那个讲迄个什么经典，哦，什么民农经啦、民风经啦，这些过去，咱话听讲过在。但是咱对即马咱开始忘记我觉着，看看一些，今日一是打好，你啥你得着有当然解释。如果你今日那你得着跟交往20年、30年，你对心情这点你也无了解，我来讲，你所行出来，你所行着第17分开始要动行功夫，你行袂过，像你行袂，你嘛行袂落去。修道毋是讲，我就落来接道理。我捌这道理，啊，我就是啥？我就是因生活安尼，我捌这道理，我是人生见证安尼。对啊，啊，就差不多咧。咱好讲个比如，你哪台北、公用，你哪台北，但是你爱是中央的呢，你爱是你下的呢，你是哪台？啊，你那个是公用人呢？你爱是说开始起行呢，要开车去，超过来，真高兴的事。重视咧这个方法是呢，毋是讲我早台北路嘛，我已经我已经早台北方向啦，我今仔日当中我就已经到台北啦呢。那安尼当中的是咱必须咱就关注，必须讲风书梦想，想台北名啦，但是台北还未到，台北还未到，所以今仔日咱要了解，第16分，伊第10分这段就是讲，你这段当中一直要了解，所以第9分你上分到第10分，你上10分，这段当中你是爱按农业，跟着讲起来，咱第一金融经的重点要讲什么物件？咱一定要清楚，金融经不会就是要叫你入去入门，入去人生，你人生当中你会当了解，你会涵养，你会糊涂。你的思维早早听出一条，真正叫做哪？叫做正道。是佛教上面讲的叫做正法。啊，无你若讲千年咧梦比较强，对不对？梦着我到像咱是这样，梦着像大水讲，像咱上机梦着去像迄个咱成功咱是说白讲，感觉呢，所以人一定爱改。所以学金梦经不会。是害怕这样子，是安尼讲，这嘛是咱足重要，是咱一贯地做的那种足重要的方面。是安尼讲，这种物件，跟咱三宝生活绝对完全拢相像。伊无一样，是当时你印度伊是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个解开无上正觉，无上就是讲哪清净的发心，正就是讲圆满做心，正觉就是讲千宝来发心，这个就是天公他好，这个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是按照很清，我在这里讲是民俗，因为伊毋是用着因为伊这种民俗，中国有中国文化民俗，印度有印度文化民俗的思想，但是伊的艺术完全是相像。所以金刚经所讲的，嘛是因为李继元证明老的经典2598到24年代，我的白金番就是因为伊有相中伊的属性影响对。所以呢，你今日看到第16分，咱这个一定要讲，这是因为一经解、善解，对啦，也最好一样。就跟讲的善解最后一分，所以这点咱一定要看。咱个对这4大分的切入，咱去看经典，看金刚经典，看道理。所以呢，咱看对这个人经的中分，因为人经的中分在进行当中呢，头前这段应该大约已经讲过。我讲过了，
当然因啊，咱用到这个点半钟的时间，把积分零星的成分积分完全讲无了。既然讲，因为这个毕竟第17分，17分在这当中呢，因为已经第3考科开始啊，就可能讲你用行，要亲身的功夫要行，你已经无喊出，换一个你无辅助啊，所以你行，因为就会当行啦，会当行到正家去啊，所以这点咱来了解。但认真的中文呢，伊就是讲讲，你要去了解，你要去相信，因为它是上到这部经典，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林来底，不可思议的功德林来底，所以呢，伊而这段当中呢，任何啊，伊这段已经进行已经大概讲过，所以任何大约，伊认为应该有印象，任何大约甲讲好处。就是讲坏处，苏婆地显像处显露离，当然好处就是讲不得就是讲苏婆地显像处显露离，你任何啥后悔，金毛金破以上，这个显像处显露离，咱人个动作是一种善恶对待这善恶，唔是这个解释。显像处显露离，你金毛金破以上来个讲嘅。这是一个善巧方便，因为咱个讲起来，已经拢进入了阿罗汉个八地啊，因为迄是阮到菩萨的这个班次，菩萨的班次就叫做大乘班次。那大乘班次内底当中呢，若要甲讲起来，伊就用着菩萨甲摩诃萨，所以金刚经内底伊这段字内底、中文内底当中呢，伊用着足个菩萨摩诃萨。毋过呢，伊不得有点者要用的物件，会叫做显然处显露离。所以这个显然处显露离，是这部金刚经谱所讲出来的物件。所以你唔能当做是，你这个了呢，你这个这个天理这个天理道内底当中是显出来的内底当中，这个显然处显露离艺术。所以这点咱来先去来了解，就是讲对于这个理论入理金刚法有解啊，不得用的这个善巧方便，然后显然处显露离。那这个人呢，这个发大乘心的人呢，就是受持各种处境，欲为人新鲜。这个人是参照咱的意思。咱今日每一个人是指嘛，咱就是迄个研究这部经典。这部经典就是受持，所以呢，不得这个受持的人，受持的内底当中，这两句话你一定要注意。咱读者当中呢，拢讲他读出，到底你是受什么物件？到底你是要持什么物件？你惊受持，你金刚经惊受持，哪个算个到无连续讲过10件，但是不得是用受持这两句。含每一点就讲，这个五经经文一受持，每一天嘛安尼讲，所以这两句话头一个就是头一个，修，你要受无上正定正觉；持，你要持人无上正定正觉。咱受什么物件？咱就想看安尼，咱就修到学到甲即摆来30年，咱来受足者，受足者咱就无明。受足者咱的智慧，受足者咱的对立，受足者这个无正见，咱拢受这物件。因为咱的心完全无法受这个清净心的，就来讲，因为咱长期性对咱这个心性这个物件，较是咱容易清净的用功夫，所以咱一直该受到无上正定正觉，爱持无上正定正觉。那安尼当中呢，咱会使甲保持的是，咱讲讲智慧，咱爱能发常心，不是常发心。持或者叫做意念不忘。那意念不忘就是讲，咱今日有甲保持着咱今日这个的清净心有无？那咱今日时时刻刻
会当保持一个比较清明心。我相信讲，咱前面这个世界已经跳出了一个小网，咱已经进入了迄个大网。而且咱我安尼讲呢，因为当时不得，是金黄经第二分就讲，逆境这听无为说，若有谁人做善努力，不安得了三到三毛心，应如是做，如是好其心，是不是呢？迄个如是做，如是好其心，就是讲你迄个清净心，如是清净心者了后，他们就爱在做，不做而做，那如是好其心，那不好就离好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你个本来。你迄个已经清净小太爱在一个项目，刚才讲起来，咱无法度比。迄个一直就研究千里啊，一直就研究灭万年无啊。既然你若拍到活就无去啊，那你是按照怎么去处理个活？这个道理是这个物件。所以这你若会当真正保持着咱迄个迄个清净无量的心，咱会保持受迄个清净，迄个无上正念正觉的迄个心，咱会当持迄个力量。那安尼呢，互相处境，用着清净无量的心来互相处境。当然咱今日来看佛教因叫做诵，诵经，咱有人讲叫做读经，有人叫做上经。虽然目前中呢，咱是这个求道，咱求到佛学求经啦，这个求经诵就讲有有这个押韵，阿弥陀佛，因有这个押韵出来。那你读诵处经，就是讲你若当读诵，若当读到一部无上正经正觉的正经，若人心间，是人间是最业应用的。奇怪，咱无学到大乘法理，咱今日个当中，人袂甲咱推骗，人袂甲咱牵制，人袂甲咱看不起。但是咱这个修道在过程当中呢，问题是到底来？